教育部长潘文忠今年5日抗美落任，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批评潘文忠伫这7档的任期内底，这唔拿教师的专业自主权颠倒变较弱势，嘛无提升家庭教育的功能，甚至这修法也无考虑实际行政的状况。 教育部长潘文忠13到立法院做最后一遍的专栏报告，和立委问到伊任期上大的挑战，抑个无做了的代志。全国总结盘点伫7年之间，有多一寡教育政策做了不好，各种的一个投诉，没有明确的一个处理的机制，让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行政人员处于不断的在处理这些校事会议的一个调查的一个过程，再用这个错误的解聘、停聘、不续聘办法，而且在卸任之前公布，把学校教师会代表跟家长会代表完全排除。全国总点出1错3拖6无，其中教师改聘办法伫2020年修正了后，真侪学校为着大大小小投诉案件，一直开调查会议。4个修正草案，甲校事会议的委员改做全部拢是外聘，造成真侪学校的困难。因若准公优增加，身心障碍者考生所得到的应考服务，一个108课中内面，高中老师员也无够，拢是问题。高中变动非常大，大概要多一个0.5的人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没增加。他用钟点费的方式，他有增加学校的销案能力吗？他有改善学校的学务处的人力吗？没有，不愿意去同理，就是我们少了一个能够力挺老师的教育部长。因若伫校安的能力、导护能力的问题，无适任校长的处理机制，抑个有私校立合乱象即寡教育的情形，教育部也拢无改善作为。全教总认为，潘部长伫咧做7年了后所留来即寡代志，就看新的部长要安怎处理应对。记者综合报道。